继续咱要来看，昨昏有民众伫咧台北的信义区砸客停车，要去中和甲邦桥。不过，这乘客是怀疑讲，这司机跳表哪像有做手，或者是而且有私底下甲伊划价，所以伊指控这客停车甲伊加收钱。即马公文处讲，这介绍若是用划的，或者是加收钱，拢是违规的。而且每一个县市介绍无啥共款，提醒民众会当看汽车的介绍来判断。 坐客停车开始跳表算钱，按照上车地点无同，起跳介绍也差别。即嘛有人控诉甲朋友伫路砸车，先互司机划价坚持跳表算钱了后，才去被要求爱另外收钱。要求说要加200块到500块不等的费用。搭的过程中，我们就发现说他们是用桃园机场的表，他说他们是桃园机场载客人来台北，来不及把表换成台北市的费率。 啊，我们觉得说就是感觉像是被诈骗的一样。王先生甲朋友15透早3点多，陆续坐5台计程车，为台北市信义区分别到新北市的中和甲邦桥。按过以前车钱差不多是500块左右，这摆钱少加出2倍。向跳表机一看，搁指控司机用桃园机场汇率来算，偷互运价变搁较贵。 桃园机场跳表也不会超很多啊，跟我们跳表差不了多少。跳表不可能跳那么多的，肯定是用喊的。有司机明确表示，半暝的车真少，部分会划价载客。按过台北市公运处说明，为私下计价加收钱，甲无依照正确区型的汇率来算，拢是违规的。桃园的费率跟我们是不一样。 它就是唯一规定收费，就是会依照公路法裁处9000到9万块。安怎防止跳表机互人动脚手？公运处表示，因为起跳介绍来做判断，因为机器顶悬也显示跳表的算钱的区型，若发现无正常，拢用记车祸地点对回顶资讯提出申诉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